台南的乡亲即摆上大的愿望，就是互赶紧停，莫阁落啊！因为包括着家里、客家甲七股，还阁有袂少厝，拢还阁咧泡水，甚至有规条路拢看无路，拢变做溪路，而且是断水断电，严重来影响着因的生活，民众真苦恼。 上大雨，台南嘉里规条大路强要无看，佮淹到厝里门骹口，水拢淹过脚筒，民众今日当看看过行了水，结果都加个小，搁一摆淹规片。 学校内底树仔倒去，进前风台造成的灾损也未复原，老师真无奈，唔知影第时才会当上课。我们其实从台风结束后到现在都还没有复电，对，所以目前这个礼拜为止，我们的夏令营都是先停办，只是没有想到今天又下大雨，因为我们其实好不容易就是把那些断掉的树都处理完，然后先稍微挪过来，结果因为这样下雨，可能又要再花几天时间。 道境处理积水愈来愈严重，真侪当地民众拢摕水桶出来渗水。因为风台扫过，厝顶拢叫吹甲海去，雨水全部拢灌入去厝内底。未付修理的厝顶，今日当先用布棚盖咧。 地点就伫咧台南客家区的3景里，民众真无奈。但那所风台走了后，台南阁继续伫咧落大雨，真侪所在断电、无网络、嘛无水，就亲像世界末日。路严重积水，几若粒温弹油瓦铺伫咧水面，伫咧满道的安业里拄当大漏水，含水库下水，拢淹到门骹口。民众怨叹，为着摒扫，拢爱甲头家请假。即马当地民众敢若希望赶紧变好天，安尼要变长才会紧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